坐得多唔止前面大髀肌肉縮短，大髀內側嘅肌肉都一樣受影響。除咗限制雙腳打開嘅幅度，其實呢啲肌肉仲有好重要嘅任務。我哋靠佢站立、行路、跑步、單腳平衡，盤骨穩唔穩定都關呢啲肌肉事。坐低咗喺軀幹穩定之下，容易集中拉開大腿，打側伸直右腳，伸展右腳內側，張開雙手寫直線，軀幹轉向左邊，右手觸地，每一邊輪流左右轉動。由於腿內收肌同對側嘅腹斜肌一齊起作用，維持盤骨穩定，所以轉動軀幹可以連腹斜肌一齊拉伸，從腹斜肌連結到胸肌嘅筋膜，沿住條路線一路上到手臂，咁就可以全身一齊活動。另外，手持木棍可以伸展背肌，強化全身活動能力。每一邊輪流向左右轉動。腿內側肌群唔止一條，總共有5條，亦都有多處連接點。近盤骨嗰邊由恥骨或者坐骨開始，遠嗰邊連到股骨，即係大髀骨。唔止影響到向外打開腳，仲有向前踢、向後拉嘅活動能力。換成跪姿，內收肌群嘅伸展幅度增大，拉得更長。其中最粗最強一條係內收大肌，從下盤骨延伸到股骨，去到膝蓋內緣。如果發現盤骨一高一低，大有可能同內側肌群有關，檢查左右兩邊嘅柔軟度有冇唔平衡。